恭喜那个不能按哦。以前那个桌上型电脑一按哦，就好像中毒现象都没有办法退出来。恭喜啊，那可能是一种引诱呢。以前用桌上型电脑操作有看过类似的，他就一直按，一直控制着，没有办法退出来。QR code，然后这个网址。你看，有没有看到？用那个像记事本的那种程式，竟然可以编译。你看，可以写那个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简谱，然后有那个号码，有一个音乐用的那个标志啊，也要安装的。